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信學堂嘅頻道，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社福資訊啦。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會同大家介紹有關家庭關係輔導。當夫婦有咗孩子之後，生活就會變得忙碌，夫婦之間嘅溝通機會相對減少。專家指出，應該把握機會進行一啲正向、直接、清晰咁樣講出自己嘅需求，建立良好嘅溝通循環。喺溝通嘅過程之間，有時候太過迂迴並唔係一種好嘅方式。有時候直話直說其實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帶住情緒喺裏邊，咁就唔一樣啦。有輔導心理學家表示，喺輔導嘅經驗入邊，經常見到關於夫妻之間溝通嘅障礙就例如係情緒化表達啦、主題唔清晰啦，或者係用抱怨嘅方式去換來關懷。家庭幸福與否，其中一項重要嘅因素就係雙方能唔能夠有效處理意見，而唔係話多意見就係多問題。日常當中可以用一啲嘅方法幫助父母有效化解日常生活上邊嘅衝突，從而增進彼此嘅婚姻同埋家庭關係。喺處理雙方不同嘅意見方面，通常都有幾個方向嘅，例如係建立溝通同埋共識，一同尋找共同嘅目標，尊重雙方大家之間嘅差異。另外都係同對方一同探索妥協嘅空間。另外都可以尋求專業嘅支援。喺呢一度都提一提大家一啲常見嘅回應方法，例如係先從理解另一半嘅感受啦，待雙方情緒平復之後可以再溝通。喺個過程之間善用表達、傾聽同埋反應嘅技巧，例如係聆聽咗對方嘅説話之後，複述對方嘅內容，以確定對方表達嘅內容係咪同你所理解嘅一致。亦都需要積極聆聽同埋照顧對方嘅感受。最後就係一同參與處理事情嘅過程啦。喺呢一度都介紹一啲有關家庭關係輔導嘅服務。香港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教育組入邊佢有唔同嘅服務，佢哋會接觸唔同階段嘅家庭，包括準父母、夫婦、新手父母、0至到8歲嘅親子家庭等等，透過家庭教育工作進行及早介入同埋支援，為家庭打好基礎。另外，佢哋都會同學校同埋地區團體合作，提供多元化嘅家庭支援服務，例如係家長講座啊、小組同埋工作坊，特別係一啲過渡性階段嘅家庭服務，讓佢哋更加有信心同埋能力去面對新階段嘅挑戰，以達至家庭支援與培育同埋社區參與嘅服務方向。另外，佢哋都會為一啲有急切同埋特別情況嘅家庭提供服務支援。按照服務地區嘅特色同埋家庭狀況，佢哋會設計同埋發展一啲合適家長同埋家庭教育嘅工作。同時，亦都可以同唔同嘅兒童中心或者係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進行更緊密嘅合作同埋溝通，進行家庭支援同埋培育、精神健康以及社區支援等等嘅工作。佢哋服務單位全葵青區嘅辦事處喺新界葵涌大窩口村富正樓地下，電話24816316。九龍城區地址九龍城土瓜灣樂民新村 G 座地下，電話27114650。沙田區地址新界沙田馬鞍山錦泰苑商場1樓，電話26418454。或者係24816316。另外，黃大仙及西貢區地址九龍鑽石山龍蟠苑商場2樓203室，電話23204005，或者係24816316。另外就係新界西貢將軍澳寶林村寶勤樓東翼2樓，電話27014388。或者係24816316。咁有關小童群益會家庭生活教育組，大家都可以瀏覽返佢哋嘅網站，以了解更加多嘅資訊。另外，同大家介紹另一間機構，就係香港濟坊會上行成長及培訓中心。香港濟坊會喺2008年開設上行成長及培訓中心，旨在透過跨專業嘅合作，
為居民提供優質輔導同埋培訓服務，促進全人發展同埋成長，最終達至創造積極人生、締造和諧社區嘅目標。佢哋提供嘅服務包括個人、家庭同埋婚姻輔導服務，另外就係兒童為本嘅遊戲治療啦、幼兒及兒童治療小組啦、親子及家長工作坊同埋一啲專業培訓。佢哋中心嘅輔導員主要都係註冊社工，並且係曾接受唔同類型嘅專業輔導訓練。喺輔導嘅過程當中，輔導員會以唔同嘅輔導介入手法，為服務使用者提供輔導。喺輔導嘅過程提供安全同埋信任嘅環境，進行自我探索，加深自我嘅認識，從而發掘內在同埋外在嘅資源，以幫助自己突破限制、改變現況，令到佢哋有更加有信心同埋能力面對唔同嘅困難同埋挑戰。喺個人輔導方面，佢哋可以提供例如係個人成長啦、情緒、壓力、人際關係、兒童同埋青少年嘅行為同埋情緒輔導等等。喺家庭輔導方面，例如係親子關係啦、親子管教、單親壓力等等。而婚姻輔導方面，例如係婚前嘅預備啦、婚姻、情侶溝通相處、婚姻同埋情侶嘅關係危機等等。上行成長及培訓中心，佢哋嘅地址就喺香港仔舊大街64至70號海洋大廈地下，電話25520994。另外都可以瀏覽佢哋嘅網址，去了解佢哋更多嘅服務資訊。最後都提一提大家一啲常見嘅熱線服務，包括照顧者支援專線182-183、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最後記得留言、讚好、分享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啊！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需要嘅話，唔好猶豫啦，快啲聯絡我哋啦，等我哋一齊改善長者嘅居住環境啊！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都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直接聯絡我哋。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下次見。